真是谢谢你啊！你真是我的大恩人。姑娘，为何要爬着狗洞？一言难尽。姑娘是苏府之人，不能告诉他我是谁。丞相千金钻狗洞，太丢人了。要是让娘亲知道，非责罚我不可。大人，你和这位姑娘认识啊？有过几面之缘。这堂堂丞相府中的人，竟然会从狗洞里爬出来，莫不是贼吧？贼？你说谁是贼啊？我长得像贼吗？你你才是贼，你全家都是贼。哎，不是，你刚刚叫他什么？秦都尉？你姓秦，叫秦都尉？那你爹是谁啊？放肆！竟敢追我们都尉大名！在下秦朗，现任京城骑都尉，家父是镇国将军秦维。你是秦朗？正是在下。敢问姑娘芳名？哎，站住！别跑！小姐，让开！天，看来这位姑娘还真是苏府的人。走，回衙门。是。小姐，那个……嘘，就当没看见。表哥，天气炎热，喝碗绿豆汤吧。表哥过来找我有事吗？要是没什么事，我就走了。表妹，爹娘还在等你对娄家堡提亲一事的答复。这事我知道。那你的答复是？我还没想好。娄家堡在江湖上名声响亮，娄少主也是一表人才，想必爹娘也会觉得这是门好亲事。是啊，我从小寄人篱下，虽然舅舅舅母待我如亲生女儿，你们与表妹待我如亲手足无异，可是我到了嫁人的年纪了，不能再打扰你们了。
不，表妹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表哥，你放心，我定会尽快给舅舅舅母答复的。祈愿符嘛，祈愿符，你快看看，我们家的祈愿符可灵了。你要是有什么愿望，把这个符啊往树上一挂，不出3天，保管灵验。真的假的？真金不怕火炼。要几个1个、2个、3个、4个、5个。15个。什么？15个。15个？哎，这我老板，要不我拿这些东西跟你换吧？它起码值10两银子呢。姑娘，我这个祈愿符是祖传的，1两银子一个。你这10两银子恐怕不够吧？1两一个，也太贵了吧！哎，姑娘，我们家的祈愿符可是保管灵验的。可是我也没带那么多钱啊。姑娘，你手上那个玉佩值4、5两银子。这个玉佩可不行，这是我哥哥给我的，说是以后给我未来的夫君。虽然不知道它值多少钱，但是我不能给你。哎，姑娘，要不这样吧，你把这玉佩抵押在我这里，明天呢，你把银子带来了，我再还给你，不就得了吗？明天？还在这儿？我天天在这里啊，我们做生意言而有信。好吧，我相信你。姑娘，我看你这么有诚意啊，这里呢还有20个祈愿符，我呢就全送你了。来，拿好了啊。谢谢老板。哎，姑娘，留步，从这边往东边走，有个许愿树，你把这个符往上一挂，越高越灵。啊，快去快去，现在人少，赶紧啊。哎，赶紧去啊。就在东边拐弯的地方。好。各路神仙保佑，爹爹、娘亲身体健康，长命百岁。这个红绳跟师姐手上的可真像。回京城这么长时间了，也不知道师姐他们怎么样了。